时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南投水里的新兴村。最近这个洛阳咧大出，因为有疫情，为着要来保护人客，这个新兴村的落仔场拢来采取着预约分流的制度，一届敢若接待一组的人客，要互老顾客会当安心来采买着新鲜的洛阳。 水里乡鹿寮溪落仔场农民，大家做伙坐落来讨论洛阳产期免怎做防疫，呼吁农民做好防疫，保护家己，嘛保护人客。等客户离开之后，我们入场会做一个消毒的动作，然后再接下一个客户。水里乡新兴村最近到洛阳的出产期，强调洛阳自古以来就是一种会让增加身体保护来的农产品。 然后现在刚好是最尖峰的时候，大家可能会想说，提升自己的保护力开始呢，然后才能照顾到全家。青的洛阳自古以来就是真有名的补品，对身体健康真有帮助。农民讲，今年洛阳产期会当维持到6月份，欢迎有兴趣民众会当预约来现场买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